来继续来看，有一个男子到台中的看守所服刑，但是12天后死亡。检察官早起解剖尸体，发现这个男子的头壳内有出血，但是头壳并无外伤，死因不明，要过1个月时间来调查。这死者老妈妈无法度接受，跪伫检察官的头前大声痛哭。会给你一个交代，检察官会把这个资料交给你。 老母跪伫检察官的面前，要厘清后生死亡的真相，但看到解剖结果出来，竟然是死因不详，可以无法度接受。你袂使你干嘛笑？我爸爸都是我爱互你干笑。后生因为窃盗案进入台中看守所服刑10天了后，接到病院的通知，医师讲后生头壳内大量出血，因为手术困难，放弃急救了后死亡。检察官解剖发现死者头壳内确实有出血，但是头部并无外伤。算是有重要的发现了。好，那不过后续当然还是法医会再进一步的化验，用显微镜判断。如果监狱有任何的故意或是过失，那当然检察官一定是会追究到底。 检察官强调，只要结果就通知家属。这个头部受伤，这个我们就不清楚了啊，他是不是在外面受伤或怎么样，这我们不方便去回应，把这个相关的资料提供给检方是这样。若是台中看守所表示，死因也未确定，未加做回应，已经将所有证据交予检方协助调查。